我过去遐那用功读书，是为着什么？就是为了做一个好官，通我来照顾一寡艰苦的百姓。假使我即摆来安尼做，我来放弃，我是毋是半途而废？那安尼吼，我活伫世间哪有啥物意思？我着归离死死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几月？哎，你讲诶，相公，你拄仔讲啊，讲无读书的想要死。相公，你千万唔通想袂开的。啊，相公，你知影无？迄个啊，无。若讲哦，孔子啊，70岁吼，他拜相啊，你即摆拄仔30几岁呢？你敢有30几年的大只鸡万天啦吼，相公，你茫想袂开的。娘囝，我知影啦，你吼对我真好，啊，你搁咧甲我安慰啊，啊是讲你敢有迄个耐心，通我等我即个戆翁，相公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等你。人伫咧讲，查人菜市命，对家对家飞，啊若嫁狗就对狗走。你即摆咧爱困啊？好啦，你要休困啦，等下再去读啦吼。行。靠了等好你讲爱。你休困。唉，怨叹呐怨叹，想袂到现实的这个世间上，还阁有人参我这个柳松燕同款的命运。我虽然是举人已经通过了，考状元是考几10摆考袂掉，因若这两公的比我更加可怜，参举人都考袂掉，看到这个两公就想起我家己，枉费着30几年的青春，读遐尔济册。啊，这读册的拢无路用，啊，我都通在朝为官来做事，在朝为官来，啊，总讲一句，我怨叹，我歹命，我恶准，我。嘿，即摆是咧安怎哈？是安怎吼？咱读书读无的人吼，拢安尼拍家己，吼，甲阮相公吼，你拢同国的呢吼。你伫甲我讲话啊？啊，即个哦，敢若你伫遮尔，我无甲你咧讲话哦，无我是甲送咧讲话啦。哎哟，啊你有看到我？笑死人啊！啊，你这段啊，咱袂使着你插咧啊，我要看嘛看到你。哦，我想到啊，这个查某囡仔顶工我伫客厅的时，我就看到伊，结果吼，伊嘛有看到我，伊就是有阴阳眼，也毋过伊家己毋知影。啊，你哪来阮兜遮哈？我来你好做我本来就住伫恁兜的地下室啦。啊？你住伫阮兜的地下室？啊，你吼记着有影即摆，啊，着迄刚好我若伫遐显灵转来的时阵，你倒咧后壁，我叫你入来坐，你着无爱入来迄啦。我才想讲我要找你尔咧。你来阮兜遮创啥？啊，对，甲我袂使哦，做迄个读书的哦。哦，你问啊？对。啊，是讲借问咧吼，啊，你看到我敢拢袂惊？我咧看鬼个，什么？我看到你是安那会惊啦？啊，你也毋是咧生做偌歹看啦？你敢毋知影我是甚物坏晓？你是啥？我是鬼啊！你是鬼哦！我甲你魔神啊咧！哦，人鬼讲会生做安尼，人迄鬼哦，拢嘛吼，只眼拖啊足长的啦吼，啊无就迄头壳吼，摕起来安尼夹洗头啦，啊无就迄个青面了个，啊无就目睭哦泡在伫外面的，但你一丝嘛无成鬼。有影哦。系啊，你歹看啦。对，我这算好看的。嘿啦。因为鬼甲人共款啊，人有分好人甲歹人啊，啊鬼嘛有分好鬼甲歹鬼啊，啊若歹鬼真正会很惊人，啊我这算好鬼，较古锥较缘投。你什么鬼哦？我不管啦，反正哦，我无时间哦，甲你当啊搭水果啦。阮两公咧甲你共款的，足可怜的啊，读书若读无，就安尼拍头壳呢，歹势哦，注幸运啦。吼。读书若读无，就拍头壳哦。你意思讲伊头壳歹呀？毋是，你嘛共款。过去互你约着，我真正就是读书读甲头壳歹去。要若无200几年前，我来跳这个古井自杀，即摆才来变成一个冤魂不散。虽然是冤魂不散，做到一个鬼，我爱做到一个坚强的鬼，有志气的鬼，好心的鬼。我知影我从今以后要安怎做啊？哼！我开始要来发挥到我满腹的才华，利用到我的学问，来教世万千，使到足济的好官来占除到官廷内底的贪官污吏。有呀，啉茶。娘娘，夫人去倒？夫人去街仔买物件。哦，去街仔买物件。
老爷若无代志，无我先落去无用啦。啊，莲蕊啊，啊莲蕊啊，你是咧歹势啥物？你知影哦，我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哦，你足下我的缘，我足介意，你知无？老爷，袂用的啦。是啥袂用的？哦，我知，你心肝内是毋是爱咧想迄个什么文安啊对吧？但伊是3个岁，你想看嘛？伊是一个半边鸡安尼，北长个下，啊查甫人我毋捌看讲安尼遮尔软只。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假使你若对，你嘛是查某囡仔，毋是我咧操蛋，我是巨人呢。我今年要上京考试哦，到时呢我会考调，我会做官哦。你敢真正遐尼有把握？我足有把握。到时我若做官了后，你会享受荣华富贵，享受不尽哦。这嘿，搁咧坐，其实有人比像这还搁较厉害呢。就算我肯，伊到时若毋肯的时阵，我日子就足歹过啊。你无听人咧讲哦，人哦在家丈夫，出家丈夫啊。我伊是家外呢，伊搁谈我的时呢，伊伤假小，你要甲休离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？我敢会骗你哦？毋是操蛋，我若做官了后，我要什么人活，什么人活；要什么人死，就什么人死。我什么代志毋敢做。那个这认真啦。安那，你免惊，一切代志哦，我拢会安排甲好势好势。小姐，小姐，嘿哦，阮下骹手人的工课，哪会通互你家己做啦？哎呦，青文啊，啊，当这个工课哦，谁做毋是拢共款？你就是遐尼乖哦，无乖哦，得人听。小姐，哈，你是毋是有替过啊？请一位教册的先生啊？啊，先生，是啊，啊伊人即摆吼伫咧外口等啊，啊伊就讲伊是高爷的先生啊，啊我就入来请示小姐，看你即摆有要见伊无？哎，给你，请伊入来。好，先生请。来了，哎，先生，请了。啊，就你呀！遐济遐济啦。多谢多谢。哎，青文啊，嘿，去泡一锅烧茶来。是大小姐。你当时啊是你哦。啊，其实啦是安尼啦，因为你若顶吼去上京做生意的时阵吼，啊我拄伫遐京城的学堂内底伫咧教书啦。啊你若顶吼看到我讲爱甲我做朋友啦，啊佫真听我，啊伊就甲我交代讲吼，伊有一个竞赛叫做两公的啦，讲啊想要考状元啦，啊伊叫我讲闹时间吼，半下来才甲恁教两公的啦。是啦是啦，啊你讲的吼，就我的相公咧。你遮少年，敢袂晓教书？骗少的，我200几，我200几个学生呢。呀，哎呦！要毋过伫咧拍书以前哦，有件代志哦，想要甲你骗好面啊。啊，你若既然敢若有代志哦，一定是真大条的代志，安尼我就洗你强丁。是安尼啦吼，做先生的时阵吼，啊，着爱收学费嘛。啊，我是讲吼，阮相公吼，即个学费的时阵是毋是会当吼？哦，免，我的人，这世人我就是甲钱无缘，我上无爱钱，学费1仙钱都袂甲你收。哈？你讲一生5年，都要甲你收？对。哎呦，即个人哦，真正毋是学问好尔呢，对钱佫袂计较，有影是安尼想。啊，其他你倒有但是是安怎？我吼，其他附带的条件是安尼啦吼，啊，食恁、带恁、困恁、用恁、穿恁。稍等下，这几点内底吼，逐项拢无要紧，干那迄个困阮哦毋通尔，因为吼，阮迄张眠床哦，干那我跟阮两公咧困尔，你若要困的时阵哦，啊，我另外穿一间房间互你啦，啊，袂你困地下室啦。当然啦，恁两翁某在困，我若搁钱，我的钱3仙咩来用的？我跟你讲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恁来拼一间房间较清幽的，互我住啦。啊，应该，袂要困地下室，这我了解。哎呦，我住伫咧地下室吼，迄湿气偌重嘞，住到拢痛风，你知影？还有一件
代志较重要。啊，先生，是安尼哦。迄落，我想讲吼，伊即个脑筋哦较混沌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读书哦，转较袂过来。你若教袂来的时阵哦，你千万毋通生气呢。你气死哦，你是嫌无伤了。放心啦，若死对我来讲袂输干那家常便饭嘞咧。啊，若讲到伤吼，我若要着伤，可能就要家己摸家己啦。啊，摸到尾啊，有伤无伤我嘛毋知咧。牛囝，牛囝，哎，相公诶，牛囝，我要来学堂读书啊。哎呀，相公啊，今仔日哦，唔要去学堂啦。娘囝我哦，替你请一个先生。请一个。歹势吼，啊，梁公啊，我从今以后就是你的先生，啊，我叫做刘双英，外号叫刘水啊。相公，啊，你安尼戆拄是要创啥啦？啊，唔着紧哦去拜先生。我知。学生吼，两公的吼，拜见先生啦。免啦。哎，先生歹势，我袂记甲你讲哦，阮相公行路吼，拢会滑倒啦。哎，先生，你若念咧壁哩？讲啊，人贵啊，老皮货，伤憨啊！